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1，旧历的7月14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3岁囡仔偷带药，秘书是犯着滔天大罪，竟然去互老师拍假，误青经费。这个代志是发生伫云林岛六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3岁阿弟仔未赴去便所，都带药落放伫教室的涂骹。老师去掠讲，一手甲囡仔脏咧，一手甲囡仔踢拍，刷落来佫拖去便所。 等伊到厝，家长掀开着后生的衫裤，发现囡仔骹只片甲尻川皮乌青经血，真着惊，去幼稚园理论。幼稚园讲，这是老师个人情绪失控的行为，会甲这个老师甲开除。 幼稚园教室内面的监视器翕到，这个查某老师将这个一个涂骹查某囡仔甲扭拳，为伊尻川皮拍2下，出来甲扭去便所。结果这个查某囡仔转去了，家长发现讲，伊尻川皮甲尻川皮拢是乌青兼经血，就将这个相片抛上网络。他怎么手背在后面啦？然后小朋友不敢说，后来家长就把他手翻开，然后衣服拉开，看到都吓到。 拍人老师甲家长讲，是因为这个囡仔带药，所以讲才甲讲尻川皮。验过这个囡仔才3岁尔，因老爸老母无得接受。这间幼稚园的其他的家长看到影片了后，有人因安尼来退费。看到有打小朋友啊，对，会担心，所以我今天来退费。园方伫网络顶面发表声明，强调讲这是老师个人的行为，会开除这个老师。验过伤害已经造成啊，家长讲会告这个老师。